要各方面要有後備嘅方案啊，唔好等到出事嗰陣時先至嚟咧喊咧，咁冇人救到你咯。所以其實每一次見頂嗰陣時，都會令人覺得欲拒還迎，係難以抗拒嘅。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呢個板塊係要非常小心，甚至係如果你夠膽嘅係可以拋空嘅。各位好，我係黃振宇，非常之開心能夠同經濟通嘅觀眾見面。呢個我唔係專家嚟啦，咁亦都唔知佢入邊嗰啲程式係點樣，但係其實基本上整體嘅嗰個投資嘅嗰個方向咧，都係接近一個泡沫嘅頂端啊，特別係美國嗰邊嗰啲科技股嗰方面。咁你如果睇幾乎所有嘅價值嘅嗰啲嘅比例啊，嗰啲PP 又好 PE 又好乜嘢都好咧，其實係已經接近一個，甚至有一啲嘅指標已經穿過咗上次 .com 嘅嗰個頂部㗎啦。所以其實每一次見頂嗰陣時，都會令人覺得欲拒還迎，係難以抗拒嘅。你只會睇到最好嘅一面，睇唔到可能會有一啲咩負面因素令到你覺得會發生嘅嘢，最終唔發生，或者發生嘅嗰個速度或者係廣度咧會低過你預計啦。所以而家嗰個價值嗰方面咧，你講基本面，其實基本面嚟講咧，基本面亦都包括咗嗰個估值係咪合理。咁由我哋投資人嘅角度嚟睇咧，最緊要嗰個基本面就係佢嗰個價值係咪度。如果你而家直情係睇嗰個未來嘅盈利嘅嗰個估算，已經去咗唔知幾多個標準差以外，已經係去到啲人已經樂觀到難以置信嘅地步。喺咁高嘅盈利預測嘅情況下，嗰個估值亦都再去到一個極端嘅話咧，好明顯係一個泡沫。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呢個板塊係要非常小心，甚至係如果你夠膽嘅係可以拋空嘅。但係咧就講翻中美嗰個咧，咁呢個中國未來係越嚟越強勁嘅，樣樣嘢追上美國係不容爭嘅一個事實，因為佢哋人才又多資金又成本又平，資金唔使好多嘅，其實只係或者亦都係有國家方面嘅支持嗰啲咁嘅咧，其實未來打贏美國佬係時間嘅問題咯。而家咁大嘅泡沫之下咧，我係唔想掂嘅，亦都奉勸投資者想掂嘅話，你非常非常小心先至去買啲真係有實質盈利或者真正嘅，即係唔係極度樂觀嘅假設之下嗰啲增長嘅情況咧，先至買咯。咁未來中線啦，冇睇長線，1-2年之內咧，美股我係繼續睇好嘅。任何保險都係一個俾政府騎劫嘅一個最容易嘅目標。點解咧？只要佢喐少少嗰啲規章法則咧，就可以逼所有嘅保險咧，只去買政府規定買嗰啲嘢。所以咧，如果可以嘅話，盡量唔好即係加入嗰啲政府規定嘅嗰啲退休基金嘅嗰啲產品啦。或者係保險我都係非常睇淡嘅，因為太多好似你咁講，太多嘅佢哋啲投資係被全球嘅政府都係咁講，逼到嗰啲佢哋去買一個好大比重嘅嗰個配置係買政府債券。咁其實好簡單啫嘛，我如果想撐起我自己嘅資產，我梗係逼全世界人，有能力嘅話，梗係逼全世界人都買我哋呢樣資產㗎啦。咁最簡單就係話，我係零風險，所有其他人係大風險。但你睇翻而家成個私人板塊，幾乎大部分香港更加唔使講，即係大部分嗰啲機構其實好低債嘅。咁美國啲高質啲嘅公司，其實嗰啲債務嘅嗰個比例好低嘅，持有現金係好多。相對啲政府咧，邊個政府都係基本上越高福利嘅政府咧，佢嘅負債就越大。
美國啱啱應該都穿咗4萬億啦，40萬億添啊，應該係。咁日本已經去到250%嘅係嗰個國家嘅嗰個債已經係相對 GDP 啦。即係呢啲嘢已經係去到一個你可能話，佢過去咁多年都冇事，未來都會冇。但係過去咁多年可能係低嘅單位數，甚至好低嘅雙位數，嚟到而家高嘅3位數，你會唔會火中取栗繼續買呢樣嘢？呢個係一個常識，應該係話俾佢哋知，千祈唔好掂嘅嘢咯。咁亦都因為咁樣咧，保險嗰啲嘢咧，我亦都係比較睇淡嘅。有幾個方法去分散啦。第一個咧就唔好將太多嘅嘢擺喺政府撳一個掣就去沒收或者係打稅嘅嗰啲資產入邊。咁基本上大部分嘅金融產品而家有呢種咁嘅風險嘅。咁第二個要整嘅咧，當然就係俾多啲實物嘅配置啦。其實買樓係其中一個實物啊。咁當然啦，金嗰啲虛擬資產甚至比較儲存得長啲嘅嗰啲飾物都係值得做一個即係累積嘅。咁呢啲有咗呢啲咁嘅分散之後，再出咩金融危機嗰啲咁嘅時候咧，或者賴債又好，第一個俾人攞去制上去頂檔嘅咧，一定係銀行入邊嘅錢，同埋係好容易俾政府沒收嘅。甚至而家你以澳洲政府咁資源豐富，嗰個負債都比較低嘅情況下，個首相都出嚟講個4萬幾億嘅澳元嘅嗰啲super fund，即係澳洲人儲咗唔知幾多10年累積嘅私人財富，都會成為國家資產。你咁樣嘅情況下，即係已經係好嘅經濟健康嘅國家出現咁嘅情況，經濟唔健康嘅更加唔使諗。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要做得好，盡快做嘅嘢。即係啱啱講咗就要政府控制唔到嗰啲資產啦，實物資產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要各方面要有後備嘅方案。譬如話你如果係有資產嘅人，唔好淨係香港買2、3、4層樓。你可能香港買一間另外啲比較風險低嘅地方再買一間。你如果係本嚟得特區護照，有能力嘅話攞多個第二個護照。如果你係得一間銀行嘅，快脆喺第二啲國家開多個銀行好好。即係出現金融風險嗰陣時，你係唔會知係邊一個位邊一個國家或者邊一個貨幣或者係邊間銀行會倒閉嘅。你呢啲咁嘅簡單嘅風險調控呢啲咁嘅後備措施咧係好容易做。唔好等到出事嗰陣時先至嚟咧喊咧，咁冇人救到你咯。先講金啦，金咧其實係過去一段時間咧，理論上應該升咗更加多嘅，但係冇升到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可能係啲中東油國，佢本嚟係借到成副都係債，忽然間佢啲煉油設施油氣設施俾人炸咗。佢嗰啲點樣找數咪用金咯。所以因為佢被逼要找數嘅情況下，拋售金嘅情況下咧，導致一個雖應該升但係還跌嘅一個短期狀態。呢個一過咗之後，譬如話戰爭再爆發或者嚴重啲嗰陣時咧，就連即係佢哋嘅拋售嘅嗰個壓力都會俾所有其他嘅購買需求一掃而空，一定會繼續升嘅。買樓咧，其實係高風險嘅地方。我哋講咗咁多，其實係好簡單一個嘅主題已經出咗嚟啦，就係越多政府債、越高福利同埋越高金融化嘅地點咧，就係未來嘅風險就越大。咁最高呢啲咁嘅地方咧，其實係基本上大部分嘅金融城市。所以話東京、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都要小心。咁邊度安全咧？生產
打仗啊，或者係地緣政治再惡化嘅情況下會受惠嘅地方咯。咁基本上係幾乎所有嘅大宗商品或者係軟性商品盛產嘅地方。儲存食物其實好簡單啦，你有能力嘅話梗係買塊農地自己種啦。咁呢個就永久有不停咁嘅生產出嚟。咁冇呢種可能性嘅話，你咪想像下當年盲搶鹽嘅時代一封城或者咩嗰陣時，啲人搶啲乜嘢，你就知道你要儲存啲乜嘢咯。基本上所有嘅可以長時間儲存又足夠營養可以擺喺度出事嗰陣時可以用嘅嗰啲嘅食物。